莫雷拉喺墨爾本杯賽馬日，除咗贏咗一場之外呢，其實仲有一場三級賽係攞第3名嘅，不過嗰場呢，香港就冇轉播。佢尋日嘅成績應該係一個第1，一個第3，一個第5，一個第6，啲獎金都應該有唔少嘅。有人話佢喺墨爾本杯嗰場嘅跑法莫名其妙，甚至乎話佢係咪傻㗎？佢喺呢一屆墨爾本杯嘅成績呢，係差啲。不過呢，我覺得莫名其妙嘅係另一啲嘢喎。乜嘢？我睇返嗰隻馬嘅成績最近呢嗰幾場1800米跑第5， 2000米包尾，2400米包尾，一隻咁嘅馬點解仲要報墨爾本杯跑3200米呢？到底個練馬師同馬主諗緊啲咩呢嚇？到底係想整蠱莫雷拉還是想考下佢啲功夫，睇下佢係咪真係識得 magic？ 另外，其實華禮納有另一隻馬參賽，實幹牛仔莫雷拉唔單止騎過，仲贏過添。如果俾莫雷拉騎嚟跑墨爾本杯，又會點呢？不過嗰隻馬好似話沿途俾個騎師收慢咗，但係後尾又話繼續返去馬房食嘢，冇事喎。真係有啲一頭霧水。有人本來以為佢輸咗墨爾本杯呢，心情就會唔好，不過冇到頭來佢都贏返一場佢贏嗰隻馬仲係3歲細佬哥嚟嘅咋，未贏過㗎。點解咁多練馬師鍾意俾啲未開齋或者成績差嘅馬俾莫雷拉跑嘅呢嚇？靚馬好似好多時都唔到佢嘅喎，甚至乎佢贏過嘅馬，第時都會喺佢在場嘅時候俾到第2個嘅，真係唔知啲練馬師諗咩嘅。啲澳洲人就話佢係 best， 但係又係 worst， 即係點最好又係佢，最差又係佢，神又係佢，鬼又係佢喎。不過呢，嗰啲買咗佢贏咗嗰隻馬有斬獲嘅人呢，就話佢真係 magic man， 同埋多謝佢呢，識得令隻馬喺衝線嘅時候耷低個頭，咁先至贏到喎。佢跑完墨爾本杯賽馬日都未返鄉下住㗎。6號呢，佢仲有2隻馬要騎嘅。至於香港會轉播嘅星期6賽事，佢有冇份呢？暫時未有資料或者禮拜4啦嚇。另外，南華早報出咗個 post 話，既然莫雅受傷，有排要休息，唔嚟得香港啦，咁莫雷拉會唔會代替莫雅參加12月嘅國際騎師邀請賽呢？其實如果真係咁樣嘅，當然啲 fans 會開心啦。不過呢種奇蹟會唔會發生喺香港賽馬會呢嚇？